呢部咧就係 Honda CB400末代版 Revolution， 響2022年推出咗之後啊 ，CB400咧亦都係正式停產。但係冇幾耐之後咧 ，Honda 又公布最新款嘅 CB500。好嗱，咁我依家就係身處咧就係上海嘅天馬山賽車場啦。咁今日咧就係試呢架 CB500嘅，仲有就係試埋呢部啡領版 CBR500RF。呢兩部車咧就係由廣州五羊本田生產，而香港代理咧就會引入日本製造嘅400cc 版。換句話咧，停產咗嘅 Super 4咧又再復活。因為我自己都擔心段片太長啊，所以今次咧就集中講下新舊 Super 4嗰個駕駛感受，亦都比較一下 NK 版同啡領版響操控上咧有幾大分別。日後咧再製作一段片咧，就去比較新舊 Super 4車身個細節。咁日後咧將來就會嚟嗰個 CB400咧，亦都係基本上成個佈局設計咧都會係一樣嘅，只係個 CC 咧呢個咧會大少少嘅，馬力咧呢個亦都係大少少嘅。所以今次嘅試駕係可以感受到將會嚟香港嗰兩部400版嘅性能，大家咧亦都可以參考一下。撇除咗自己對上一代 CB400嘅情懷咧，如果係純粹講好唔好玩或者好唔好揸咧，新款係更加資訊同埋更加係容易揸，操控反應咧就係完全兩部唔同嘅車。嗱，先從咧坐姿講起啦，舊款 CB 咧只有755mm 嘅座高，係好矮啊！我嘅身高咧大約就係174cm， 唔止雙腳落晒地噶啦，矮到咧大髀都有少少屈住嘅。咁新款嘅座高咧就係780mm， 比舊款咧就高咗25mm。我雙腳咧就啱啱好落晒地。同行嘅康打澳門代理阿 Isa， 你身高幾多啊 Is？ 174，身高咧就同我一樣，雙腳咧都落晒地。V8 嘅總編Sunny咧就身高咧就169cm， 舊款嘅 CB 咧佢就雙腳落晒地。新款就有少少吊腳，但係依家個比較明顯嘅感覺咧，我自己覺得咧個軚把咧佢係高咗少少㗎，所以你坐嗰陣時咧，直情係差唔多個人咧個身體咧直晒㗎。如果係舊款 CB400嘅話咧，佢會有少少啲咁樣拋落去㗎。咁同埋嗰個距離咧，呢架車我感覺上啦，佢會遠，即係離開少，即係遠少少嘅。舊款 CB400咧會覺得好似細架啲嘅，腳踏呢個高度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咁油缸呢啲位置其實就差唔多嘅，就都係。呢個包圍板咧個坐姿咧好明顯㗎啦，趴啲嘅。其實佢唔係話真係去到賽車嗰啲咁趴啊，佢基本上係要照顧翻喺街呢嗰個舒適性咧，所以就唔係話去到賽車咁趴嘅。就算你係揸長途少少，或者喺街玩耐少少咧，都冇咁容易攰嘅。咁佢嘅軚把亦都唔會做到真係好似賽車啲咁窄嗰啲軚把啦。呢個相對係會闊少少嘅。但你日常揸就即係你個槓桿比較長啲都好咧，你轉彎都容易好多嘅。座高同埋腳踏嘅高度咧就同 NK 版一樣，只係軚把咧低咗大約一個手掌位。其實定位咧就同 CBR650R 咧就差唔多嘅。佢今代咧就用咗最新款嘅 E-Clutch， 新個 E-Clutch 呢個 size 咧係比第一代咧細咗好多㗎。就算我啱啱無論係點掟彎都好咧，點樣去轉波都好咧，其實係踢唔到呢個 E-Clutch 嗰個蓋㗎。同埋新款 CB 咧就冇咗 VTEC， 老實講啦，感情上係有啲可惜嘅。但係實際上咧，依家嗰啲電子技術可以做到比 VTEC 有更高嘅燃油效益。不過引擎開踢聲咧就真係取代唔到。咁就算呢架末代嘅 VTEC 俾啲環保禮咧壓得好正都好啊，1至3波原裝後嗰啲開踢聲其實都仲係比較明顯嘅。但係用 GoPro 錄出嚟咧就唔係咁清楚。大家聽下新款直4嘅引擎聲。以今日更加嚴格嘅環保例嚟講咧，其實都係算唔錯㗎。啲加速聲咧，相對上一代嘅 CB400，我自己覺得咧啲聲就冇咁尖，但係低波加速依然都係好有傳統直4咧，令人好亢奮嗰啲轟隆聲㗎。咁有啲聲咧就其實喺個油缸嗰邊傳過嚟，咁因為康打就係將個儲風嘅風管咧移到上個油缸，咁盡量就係靠近我哋嘅耳仔咁舊款嘅風管咧就係喺個電噴下面嘅。呢種設計就係利用入風聲係彌補翻冇咗 VTEC 嘅加速聲。兩部新 CB 啲聲咧其實就差唔多，就算有分別咧都係好輕微。呢個咧就嚟得比較軟收音，用緊4波入彎。
油缸容量咧就由舊款18升跌到落去14.5升，啡領版咧就係14升。嗱，廠方嘅耗油量咧就係4.68升咧就行100公里，啡領版咧就係4.77升行100公里。NK 版嘅續航力就係310，啡領版就係294公里。呢組咧就係 E-Clutch Motor， 係我哋起步塞車、停車、掉頭咧幫我哋掉極力子。總之任何時候咧都唔使拉極力子，架車咧係唔會死火。升波咧個油門就唔使縮，然後咧踢支波棍咧就升到波。減速縮油揦迫力之後咧，直接踩落去個波棍咧拖波就得。佢架車咧就保留翻極力子牛角，所以咧你可以切換咧就用翻傳統揸棍波車用極力子轉波嘅玩法。佢哋咧就安排咗個卡仔場俾我哋咧就體驗 E-Clutch 嘅起步反應。E-Clutch 絕對係可以做到比人手咧就更加精準咧線極力子起步效果。嗱，你睇下我啦，一停車立即起步咧，嗰個反應咧就係好流暢同埋好敏捷嘅。嗱，雖然佢 E-Clutch 咧就可以1、2、3、4、5、6波咧都起到步，但係如果你經常用高波起步其實等同咧就幫個極力子慢性自殺咧就係冇分別嘅。所以咧最好就係用翻1波起步。你睇下我入啲手臂彎啦，其實呢啲彎咧比香港嗰啲街道仲要窄，咁可以話係揮灑自如，咁唔使掉極力子，咁就算用緊2波都好俾油縮油嗰下咧，電子油門一啲都唔錯，你係好容易做到好細膩嗰啲俾油過彎動作。但係如果你係揸開棍波車，慣咗掉極力子控制窄路掉頭，又或者係過一啲慢彎最初咧相信你係一定經常情不自禁碾個極力子，咁的確真係需要少少時間適應。但係習慣咗之後咧，你就會愛不釋手。類似嘅環境咧，揸舊款 CB400就冇咁輕鬆，好似呢啲慢速細彎，仲要上斜，上去上層停車場，基本上咧就係1、2波要長時間吊住個極力子去控制車速。雖然 CB400個極力子咧已經係好容易控制但係 CB400本身都唔係輕噶啦，對新手嚟講咧就唔係太容易嘅。咁如果用 E-Clutch 咧就容易好多，對老手嚟講直情係好舒服。除咗 E-Clutch， 佢仲配埋快排同埋電子油門一齊用。咁我嗰日咧就專登做咗一個效果，俾大家感受一下依家啲電子科技有幾好用。咁例如響3波升上去4波咧，入呢隻彎，其實咧就已經係搬定身預備下彎，油門咧就係完全唔使縮嘅。咁然後踢波棍升上去4波就 OK， 佢升檔挫一挫嗰下震檔咧係非常之輕微，令你咧就可以好穩定同埋好輕鬆咁過彎。相比舊款 CB400咧，就要全手動轉波，你要縮油、碾極力子、踢波棍升檔，然後咧就扭油加速，揸得快咧，動作係好大嘅，咁有機會令到個車身咧就好震，過彎就冇咁穩定，甚至乎可能失手咧就入唔到波。比較少接觸呢啲電子科技嘅騎士可能覺得太多電子嘢就唔好玩。咁其實我自己咧都已經係冇咗呢種想法啦。咁甚至乎係用過之後咧係翻唔到轉頭。呢個快排亦都有拖波自動呼油功能，咁大家聽下啲聲，戴住個頭盔咧，你都可以清楚聽到或者係感受到啲拖波聲。其實比較快嘅車速你3波拖落2波都好啦，依然係有 engine brake 幫手減速嘅。但係拖波嗰下銜接咧，其實係順暢到一啲都唔錯，所以個車身就好定，令到你就可以好流暢入彎。如果係揸舊款嘅 CB400冇畫眉冇快排，同樣嘅波段同埋車速咁入彎咧，我判斷我自己嘅駕駛技術好大機會就會俾啲 engine brake 拖到係入唔到彎，甚至乎係衝入緩衝區。好似畫面啦，用2波扭過8，然後咧就減到60零，就咁踩落波棍咧入1波依然係超順滑。咁換轉揸舊款 CB400咧，如果個極力子鬆得太快好大機會俾個 engine brake 拖到個尾轆左搖右擺。呢兩部 CB 都有我最中意嘅 TC 循跡系統，好多時出彎大油門加速咧，佢盞 TC 燈咧就係咁着，咁無形中咧就幫我控制緊啲馬力，咁令到我就冇咁容易跣胎，玩起嚟咧就安全好多。簡單嚟講咧，呢啲電子科技揸得快嗰陣咧，就可以降低我哋出彎同埋入彎跣胎風險。嗰日咧，亦都係揸咗一部新款用雙氣缸引擎 NX500嘅力奇車，佢套 E-Clutch 同埋快排咧，
如果冇得比較之下，其實都係好順暢。不過揸完兩部4缸嘅 CB 之後咧，呢部車咧拖波嗰啲頓挫感啊，只係多啲咁多，所以相比之下咧，感覺上啊就冇咁流暢。同場咧就可以感受到兩代 E-Clutch 嘅分別。呢部末代嘅 CB 咧，濕重都成201公斤，推起嚟咧一啲都唔輕。新款嘅 CB500咧就係188公斤，啡領版就係189公斤。嚟香港嘅 CB400咧就未有數字，嗱應該咧就係同呢部 CB500差唔多。推起嚟咧好明顯啊，就係比舊款嘅400啊輕咗好多噶。但係對新牌騎士嚟講咧，其實就唔算太輕嘅。未揸過新款嘅 Super 4啊，係唔覺得舊款重。不過揸完新款之後咧，先覺得舊款咧過彎啊係有啲重量。畢竟數字上啊相差10公斤啊。咁加上舊款個設計咧已經有成超過30年嘅歷史，新款好揸好多啊，其實都唔係咁出奇。咁但係新款嘅500咧，咁無論係高速過彎啦、細彎壓落去嗰下咧，就明顯比舊款咧就更加輕盈。似係揸緊一架3至400 CC 啊，雙缸車嗰個靈活度同埋嗰個輕盈感，咁自然咧你又會覺得好彎啲嘅。咁最明顯啦，就係側油門啊出彎嗰下，新款啊就明顯比舊款穩定。咁舊款嗰個軚把同埋車身咧，你係會覺得啊有啲扭下咁嘅。但係新款呢架咧大有側出去啊，個車身咧都仲係好穩定嘅。咁相信係因為用咗新款嗰個鋪拎啊，單筒尾避震就取代咗舊款嗰個雙筒尾避震。咁引擎咧亦都係做埋車架一部分，咁仲用咗倒叉啦。咁整體嘅設定咧係食得住啲扭力，所以出彎嗰下咧就明顯比較穩定嘅。車身同軚把咧就冇咗扭下嗰啲反應。其實嗰日只係試咗2個圈。每個圈咧都唔夠1分鐘，所以咧都唔係話試得太清楚。等400返到香港之後咧，就可以詳細少少咁試。有得比較之下咧，啡領版嘅坐姿啊趴前好多，重心咧就向前啲，響賽車場咧就更加容易入彎。NK 版嘅坐姿咧係比舊款 CB400啊仲要直嘅。咁揸完啡領版再騎上去嘅 NK 版咧，響賽道嘅感覺啊係好怪嘅。咁但係如果玩街咧長時間揸，我一定係揀 NK 版，咁啊坐姿咧就真係舒服好多。但係啊，啡領版嗰個軚把係比較窄，兩部車響直路比咧 ，NK 版時速就係158公里，啡領版就係153，由4波拖落2波收車。NK 版個軚把啊，咁因為闊軚把嗰個槓桿原理啦，細微嗰啲震盪咧都會放大咗，所以咧係嗰個搖擺會比較明顯少少嘅。咁啡領版咧就穩定好多，但係響街道啊就好少咁樣剎車嘅，所以揸起嚟嗰個穩定度咧就唔會有太大分別。因為嗰日試兩架新 CB 嘅時間咧實在太短啦，有啲性能咧都係比較模糊，例如迫力啦，感覺上應該都夠用，前叉急剎咧就沉得比較多，整體嘅吸震反應咧都應該似係一罐咧Honda啊，針對街道啊比較舒服嗰啲吸震反應。要等到400嚟到香港啊，先可以試得比較清楚。最後先講馬力啊，原因咧就係當時啊，即係有啲失策嘅，完全忘記咗兩架 CB 咧有3個馬力模式玩。咁兩架 CB 嘅最大馬力咧都係71.8匹馬力，又比舊款輕咗超過10公斤喎。而舊款咧就只有56匹馬力，但係揸緊新款嗰陣咧，硬係覺得啲加速力啊，同舊款咧好似冇乜太大分別喎。咁翻到香港睇翻啲片咧，先知道啊，當時只係用緊 standard 嘅標準模式。冇用到最強嘅 Sport 運動模式，咁按道理咧，呢個加速力咧應該會再勁啲嘅。NK 版嘅極速咧就係180，啡領版咧車頭就有2個入風口，其實咧就係 Ram Air 增壓，所以極速啊就去到210。但係因為天馬山直路比較短啊，加上我揀錯模，相信要去到好似珠海賽車場嗰啲大直路，先體會到咧尾段加速力嘅分別。